哎，这位是新同学的，不错。哇，你的歌不错，很多人喜欢用你的腔调来模仿你唱歌啊。谢谢。哎，张志威，模仿2句听听看，让他有一点成就感，好吧？来，金包里。有那么严重吗？母亲唱一遍，我们听听看。哎，怎么你也唱成那样子？啊，他这个歌来，预备。证明你绝对不能模仿他。不错。班主任他模仿还不错。好。表演的是下腰下水。哎呦，下腰唱歌。我那个下腰唱歌没算什么。哎呦，可是我现在比较特别，就是抱一个小孩坐在我肚子上面。我来找一个小孩子好不好？我来找。哎，就那个小孩子帮忙一下，来，那个比较小一点，你不要说哎。哦，哎呀，彼此不从哎。来，阿贝抱来。啊，不要怕，来，我抱。哎，他刚刚我有抱过他。哦耶！啊，那个谁来帮忙他的麦克风？哦，要给他好好唱，不能闹了。好，一阵掌声，是什么歌曲啊？最近的一首很流行的歌曲《世间》，也是蔡秋凤唱的。哎呦，上面一点。下。哦，坐在矮子身上。最后。凌乱的社会，无奈何。怨叹青春无人听惜，人情像纸条条无。目屎咧冷哦，心肝乱。太厉害了！借你玩一下。哦，时间可以更长一点，可是小孩已经快要6岁。你们看到了，你们看看这个身体，一个比牛还壮，有几个人可以像他这样子上面做个人的啊？不错，非常厉害，掌声再鼓一下。这位同学呢，不要小看他，他如果在这个歌唱事业如果遭受到横逆的时候，他可以做一个职业的麻将手。所以呀，私生活不能随便跟班主任报告。听说你没有输过哈？不要破坏我的形象。打麻将说会破坏形象吗？对呀，我说我不超过300的啊。哦，对，这个就对。消遣的。打麻将不能打太大，这是危险。主任啊，300块美金不少啊。我是打美金的。打台币的。哦，打台币哦，那这个同学大概都打美金的了。没有，我不会打麻将。他打3000底的。没有，偶尔会插了。插花是可以的，像我们这个张志慧先生，他的插花就很厉害了，插到天亮4家都赢钱，只有他一个人输。该你了，你的歌这一次觉得自己还满意吗？因为我这一次的歌我非常满意，哦，有改变一下。改变一下。当一个歌星拿麦克风可以戳到自己。
这个我们就不太满意了。我在看班长主任的嘴型这样。我的嘴型，为什么要看我嘴型干嘛因？为你每一次讲话都是有一个动作。会吗？会。什么样的动作？那讲到迄个讲，很难笑。来。我的心跟波弹。一步一步一脚印，无质量个平，孤孤单单的心情，一日地回滚。一步一步一脚印，无质地落心，温温暖暖洗好情，日子见光明。还有一点什么特殊的？布袋戏。布袋戏。哦。恁大家捌我无？我就是大头啊张飞啦。来哦，我老张的面草酸的啦。今仔生意敢若袂歹咧。少年啊，面煮请我来食的啊。今仔日生意足好诶，咸汤鲜煞拢卖完啊。我拄则佮听你咧卖面，即马虽唔卖面互我，你是欠推的款哦。你今仔日若是无将面煮出来，我当场特别互你歹看。卖啦。我你真歹看。走啦，我不爱插你啦。啊好你啊，你真好笑，对啦。行了，鼓励一下。真正是愈来愈水。谢谢。公摊北，你虽然没有上节目，但是你有一个好处啊，大家都没有事，都是模仿你，就打你的歌，然后让我们都已经忘记真正蔡秋凤唱歌是什么声音了啊。对啊，所以我想说，今天还没开始在主打歌之前，能不能邀请您唱一唱那个？鸡巴。有吗，飞哥？反正自己唱还觉得不好意思，怪怪的。那请张志卫同学。就是啊，你看，真的他唱歌声音是这样，你那么哥哥今天很巧，刚好我感冒，你听我的声音就知道。哎呦，这是感冒的声音，不是你平常就这样。没有啊，我讲话有这样子吗？我今天在感冒。啊，那今天这样子您感冒，可能我的声音更能代表蔡秋。哎呦，你如果模仿他来一首歌，我们听听看他。哦，当着他面前我们听听看。那就金包银，金包银，那叫连唱啊，连唱。别人的生命是空见过包银，阮的生命不值钱。过去的往事，不通提起。我头行，怎样来无勇气？他已经讲了感冒，一直叫我下来跟他这么近玩了，我看。还有，班主任。哎，更像的。哎，更像的，真的吗？很矫正出来了。彭丽，欢迎他。您对蔡小姐也很有研究咯。我曾经就是学她唱歌被唱片公司老板发现。哦，是这样子的。还有，颈椎囊扣你在假彭丽。那你先回说，哎，我们就好好的这两个人，他们两位都是女生了，就可以真的可以接唱。哪一首？一波一卡赢好了。一波一卡赢。一波一卡赢。哦。一步一步一脚印，露水两个冰，孤孤单单的心情，天时体会阮。一步一步一脚印，无水滴落心，温温暖暖洗好情，日出见光明。因为感冒太严重了。
自然。声音真的很像，哎，因为我曾经在录音室配唱的时候，就是制作人还没到，结果秋凤那天也没到，结果我就进去里面玩啦，就唱。就后来呢，这个老师来的时候，他发现奇怪，这个秋凤的声音今天好奇怪，比较低。我说秋凤啊，你今天声音再练高一点。我说好，我就一步一步一颗音，起水凉快，落水凉快变。气水，我苦啦，气水。结果就被发现了。哎，不错，所以要好好感谢蔡秋凤，好好鼓励一下，鼓励哦。真的不简单呢。好像没饭吃了哦。对，特色已经是变成你的了嘛，对吧？这个就厉害了啊！刚刚我听同学讲说，他们的老师是中州国贸的老师，我是他的偶像，所以我非常高兴。哎呦，好，欢迎！不错，老师结婚没有？这条代志我看由我来处理。你们觉得他跟老师适不适合？是今天这一对新人，我们觉得老师，你不是告诉我们做人要抬头挺胸？好好表演一下，老师也不一定真的愿意娶你。愿意啊？愿意。接不下去了怎么办？我愿意。是你们表演还是他表演？还怎么变成你们表演了？好好表演一下，这段叫做我表演不下去。我们带来表演是因为我要带来的就是你看我这一身打扮，歌仔戏，就是要出嫁的。歌仔戏，然后唱一首那个用歌仔戏的身段唱一首以前的老歌。好，这个有意思。新周周，新周周，好。唱恰恰，跳歌仔戏唱恰恰。蔡秋凤挺可爱，也是被老师这样子一讲，情绪
搅乱了一池春水啊！不好的形象，我一向形象都很好不会回的。这件事情我们密切注意它的发展，好不好？希望老师以后能够以身作则，抬头。可见蔡秋凤现在在观众心目中，大家很喜欢你啊。哦，上一次来我们这个班上上课之后，有一位老师啊，最近情绪很糟糕。那后来你们发展怎么样呢？没有啊，他都没有打电话给我。啊？哎呦，这不是我说，这位老师你就胆子大一点嘛，啊！哎，看到你我就想起一位同学叫张志卫同学啊，哎，看到他你应该马上有感觉吧？是马上感觉好像是《流浪三兄妹》里面他，哎呦，声音很像。要不要听听看？好。流浪两兄妹。无酒哪会醉？不，还没出来。哦，你起码是在拍 MTV 哦，马上可以拍 MTV 哦。哦，根本就是一个人的声嘛，你哦。哎呦，哎，怎么这么？那这行了了，你看真的他的声音跟我刚才比较，不讲行了呢。我还怀疑我自己耶。太像，好像录音机一样。丽娜，我干模时需要代班了，我倒是愿意笑了。哦，这个就是你今天要打的歌曲啦。哦，有张志伟帮你。其实我还是去换衣服好。哦，你要去换衣服啊？等一下有很精彩的表演。好。好，鼓励一下。搞了半天你是生错地方了，你要生在印度就不错了。你还听说特别去练了一段，对啊，叫做什么？蛇舞。蛇舞的。我没有舞蹈基础哎，我第一次献给你啊，不是啊。这是莫名其妙。为了隆胸。第一次献给我，这个传出去。没有，我的意思第一次啊，因为我对啊，就我长这么大没有跳过舞。哎呦，我才点贵啊。哎呦，这跳到膝盖都淤血了，因为我没有。好，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个蛇舞。班主任是内行，刚刚你是演一只公蛇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就是公蛇比较硬一点。鼓励一下。接下来是阔别有一段时间的蔡秋凤小姐哦。电风扇，紫花干冰拉炮。但今天我又要给你帅弟姐唔知，来把大字报先拿过来，我们大家看一下。来，
唱了10，我告诉你，刚才我们一直在推崇这个，你看到没有，各位？这种情况呢，我们只有看过，就比方说金元轩曾经翻国语啊，然后全部用韩国那圆圈叉叉的字这样弄。第二位打破纪录，用台语翻英语，看到没有？类似耳，虚弱，衣服叫做衣服啊。look 叫做陆克 ，inside you 啊，我告诉你，这有什么关系？没有，因为你唱台语，我大概都嘛知呀，就是。那这样子好了，我跟你讲，刚才这个阿妹，因为她经常在帕普唱，对，你从来没有唱过。好，我唱了练英文歌练到3天，大佬进不干一年。对。2天2夜没有睡觉，我今天早知道阿妹要来，我就说她不表演了，那你这3天不是就白？我刚刚已经表演过了，打鼓了。那这样子好了，我们2个帮你拿大字报，你来唱好不好？给他信心。谢谢，真的，我有一些感什么给大家笑一笑？你讲的什么话？不要闹了，我真的很费心，我真的很认真在学，因为你知道我10几年唱歌没有像今天这么难看，也不会啊，好笑，因为我不知道阿妹要来，那我刚刚听的在。反正我刚刚已经打鼓了，这一段就不要了。是什么的比赛啊？你先跟我们讲，你们需要，你不要把秩序弄乱了。我们运气试看看呐，真的有没有放对？这里有写 P1，反正哦，你唱错了，人家不知道啊。对，你看真的是不是 P1 哈？这是不行了，调过来他就玩。P1 变成 B3，多维真的给他好好唱。班主任，有话要讲。不是，对我今天打了这样，我都敢打了，对不对？小哥因为一向都是蛮帮忙我跟你讲，你今天要把那首歌的歌词里面的意境融入在自己的情绪里面，拿出诚恳来唱，我相信观众朋友绝对会接受。OK， 好，来鼓励讲。但是你了解他的意思吗？男的真比被请来呆了给你。哎，我们忍了半天，你自己先笑。我在找你们。哎呀，不错。